全方位癌症基因分析，即係叫做 CGP 啦，係一個基因檢測，可以幫我哋了解到腫瘤嘅特性，從而揀到最合適嘅針對性治療。對乳癌或者卵巢癌患者嚟講咧，CGP 可以揾到嘅係特別嘅基因變異，譬如卵巢癌嘅 BRCA1 或者2嘅突變啦，或者乳癌裏邊嘅 ERBB2，即係所謂 HER2 嘅過度表現。有咗呢啲資訊，醫生就可以幫病人揀啱啲標靶藥物啦，令到治療更加精準。乳癌方面 ，CGP 可以檢測得到 HER2 嘅抗爭、PIK3CA 嘅突變，又或者 ESR1 嘅突變，呢啲都係會影響到我哋治療嘅方案。至於喺卵巢癌 ，CGP 咧係可以檢測到 BRCA1 同埋2嘅突變，仲可以測到一啲基因組嘅特徵，譬如係 HRD signature。呢啲資訊都好重要嘅噃，因為係醫生可以決定用唔用 PARP 抑制劑嘅主要依據。CGP 係可以同時檢測腫瘤突變同埋胚系突變，但係佢係唔會清楚咁話俾我哋知 BRCA 基因突變係咪屬於先天遺傳，或者係胚系突變啦，定係後天嘅。如果想確認係咪有遺傳嘅風險，就係要揾遺傳學嘅專家啦指導一下，再做一啲專門檢測胚系突變嘅測試。CGP 其實係適用於唔同類型嘅實體腫瘤嘅，不過醫生係會根據病人嘅情況去判斷。好多時係喺一啲晚期治療啦、復發啦或者轉移，而需要揾其他治療方案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建議做 CGP。